秦國嘅大寶冰室，全秦國最優秀嘅肉餅飯，每一塊肉餅都係嚟自秦國大師級肉餅工匠嘅手工之作，大件夾抵食，鄰近西鐵站、巴士總站，交通方便，連李斯食完都讚好。睇完《尋秦記》，記得去食啦。呢塊肉去咗關20年啦，現肉遇見師傅，我喺度，你睇我得噶啦，呢塊肉 ，thank you，我搞掂，信我。